人工智能的歷史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重要階段。萌芽期1940年代至1950年代1943年 Warren McCulloch 和 Walter Pitts 提出了人工神經元模型，奠定了神經網絡的基礎。1950年，艾倫·圖靈在論文《計算機與智慧》中引入了圖靈測試，定義了機器智能的標準。1956年，在達特茅斯會議上，人工智能作為一門學科正式誕生，會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這一術語。1943年 Warren McCulloch 和 Walter Pitts 提出人工神經元模型，為神經網絡奠基。1945年，世界上最早的電子計算機 ENIAC 問世，標誌着計算機時代正式開啟。1950年，艾倫·圖靈發表論文《計算機與智能》，提出圖靈測試作為判斷機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標準。1951年，第一台神經網絡模擬器 SNARC 問世。黃金年代1956年至1974年。1956年，達特茅斯會議舉行，人工智能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，首次提出人工智能一詞，會中包括麥卡錫、明斯基等 AI 先驅。1957年，Fortran 語言誕生，促進計算機軟體發展。1960年，Lisp 語言被創造，成為 AI 研究中的主要編程語言之一。1970年，世界第一個擬人機器人 Wabo 一誕生於日本早稻田大學。1972年，米線專家系統在醫療診斷領域嶄露頭角。第一次 AI 寒冬，1974至1980年。1977年，知識工程正式成型 ，AI 研究進一步深入。專家系統時期和第二次 AI 寒冬，1980至1993年。1980年，第5代電腦計劃啟動，以日本為代表，嘗試開發能進行自動推理的專家系統，但後來效果有限。1982年，Dexion專家系統成功商用，成為 AI 商業應用先驅。現代深度學習興起，1990年代至今。1991年，類神經網絡重新興起，為後來深度學習打下基礎。1990年代，個人電腦普及，計算能力大幅提升 ，AI 研究環境改善。2007年，深度學習的基礎算法獲得突破 ，AI 能力大幅提升。2018年，大型語言模型如 BERT 等問世，推動自然語言處理進入新紀元。2022年，多模態學習技術發展 ，AI 開始處理更多樣化的數據類型。理論上 ，AI 比電腦更早出現。人工智能 AI 和電子計算機的發展歷史下來看，電腦的實體發明早於人工智能作為學科的正式誕生，但在理論和概念層面 ，AI 的一些基礎思想和理論是在早期電腦出現之前，甚至與早期電腦發展同時期逐漸形成的。以下簡單描述 ENIAC 的結構和實際作用。ENIAC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是世界上首台通用電子數位計算機，1946年完成。結構龐大，由30個高2.4米的機櫃組成，整體長約30米，重約27噸，佔地約170平方米，包含17468個真空管、7200個晶體二極管、1萬個電容器及大量焊接頭，通過真空管實現高速電子開關。速度遠超當時的機械計算機。它的核心結構由多個模塊組成，包括20個類加器，用於加減運算及儲存十位數字、特殊運算單元、乘法器、除法器、平方根器、初始化單元、循環單元和控制器等。類加器能以實的寶馬形式運行，支持並行操作，大幅提升運算效率。程序設置需要手動插拔電纜和調整開關。操作複雜且不靈活，數據和程序都依賴硬體裝置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記憶體。輸入輸出主要透過 IBM 打孔卡片機。ENIAC 主要用於計算彈道軌道和其他數值積分問題。它以每秒約5000次加法或357次乘法的速度運行，促進了電子計算技術的發展，並啟發了後來馮
諾伊曼提出的存儲程序電腦架構理論，對計算機技術史有深遠影響。簡單描述圖靈測試。圖靈測試是英國數學家艾倫·圖靈於1950年提出的一種評估機器是否具有類人類智慧的思想實驗。測試過程中，一位人類評估者通過文字對話與兩個參與者交流，一個是真人，另一個是機器。評估者在不知道誰是誰的情況下，根據回答判斷哪一方是人。若評估者無法可靠區分機器和真人，則該機器被認為通過了圖靈測試，展示出了模擬人類智能的能力。簡單實例，在測試中，評估者會問兩個對象相同問題，如你今天過得怎麼樣？你覺得天空為什麼是藍色？並根據兩方回答進行判斷。如果機器的回答足夠自然、連貫，讓評估者無法分辨是否為機器，這台機器就算通過了圖靈測試。這種測試並不測量機器思考的能力，而是測試其能否在對話中模仿人的行為。也就是說，圖靈測試是用來測試機器是否像人類，而不是用來測試機器有多強。有趣的是，在圖靈測試中，如果機器偶爾出錯，反而會讓它更像人類。這是因為人類在對話中也會犯錯，偶爾的錯誤或語言上的不完美往往會增加機器的真實感，更容易讓評估者誤以為是在跟真人對話。因此，一些先進的 AI 系統會故意製造錯誤或使用俚語、口語化的表達，以模擬人類的非完美思維模式，從而提高通過測試的機率。結果，換句話說，機器像人類不一定是表現得完美無錯，反而在某些錯誤或不完整表現上貼近人類的特質，這可能提升它通過圖靈測試的可能性。AI 的發展又會如何呢？人工智能 AI 未來的發展趨勢預計持續快速增長和深化，從2025年至2030年，全球 AI 市場有望從數千億美元增長至萬億美元級別，年複合增長率約在30%以上。關鍵趨勢包括 AI 智能體 Autonomous AI Agents 將成為主流，這類系統能自主完成複雜和多步驟任務，推動企業運營和決策自動化，提升效率和創新能力。生成式 AI、深度學習及大型語言模型會繼續突破，應用覆蓋醫療、金融、製造、娛樂等多個行業。跨領域融合更加緊密 ，AI 與物聯網、邊緣計算、量子計算等技術結合，推動智能終端和智慧城市的普及。AI 技術在網絡安全、客製化服務、自動駕駛等場景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法規、倫理和治理框架會隨技術發展完善，確保 AI 安全可信，促進可持續發展。同時 ，AI 將深刻影響勞動力結構，推動教育和技能培訓體系改革，以適應自動化和智能化的工作環境。關於 AI 在一些工作上的例子，金融科技 AI 用於反洗錢系統，提高可疑交易偵測的準確度和效率。如英國匯豐銀行導入 AI 後，偵測效率提升2至4倍，誤報率下降60%。電子商務 AI 實現個人化商品推薦、智能客服和物流管理，提升用戶體驗和運營效率。如亞馬遜 AWS 的推薦系統和韓國樂天百貨的優惠券優化。教育領域 AI 支持個性化學習，根據學生表現調整教學內容，提高學習效果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已全面導入 AI 助學系統。製造零售業 AI 優化供應鏈管理，預測需求，提升品質檢測，改善工廠運營效率。瑞士入與微軟合作推動智慧工廠轉型。文案生成與客戶服務，自動生成市場行銷文案，提供7×24客服支持，減少人力成本。而 AI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，個人助理 AI 整合個人日程、郵件與會議資料，
幫助使用者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管理。健康監測利用 AI 分析健康數據，提供個性化的健康建議和疾病預防方案。娛樂推薦根據用戶偏好推薦音樂、視頻和遊戲內容。情感陪伴越來越多用戶將 AI 用作心理諮詢和情感支持的工具。智能家居 AI 控制照明、溫度和安全系統，提升居住舒適度和便利性。